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一个人却要1000句话。请你多口下留情。16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要趴下去反咬它一口吗？17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1分1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18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19点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活着一天，就是有福气。